後來鄉親啊，繼續來看寵物用藥的新制度，本地是定今年7月要開始來實施，但是因為措施無夠完善，要暫時先來按下。衛福部長趙忠良講，早來會重新來研究到管理的辦法。過去這2年當中呢，並沒有反應，那麼到了最近才反映出來，我也覺得訝異。衛福部長趙忠良講，家己嘛想袂到，原定7月推動的寵物用藥新制，因為措施無夠完善，決議先暫時凍結。覺得最近大家在網絡上吵得沸沸揚揚，你覺得很訝異，不需要道歉。這個不是道歉不道歉的問題，這個是我們要回應到實際上的第一線的需要。沒關係，做最快是什麼時候嘛？1個禮拜、1個月。促銷的話，應該是在這幾天，應該如果是拍板定案，應該就會對外界的公告。衛福部和農業部今仔日講，兩邊已經有共識，包括持續將701項已經公告會當提供動物用藥的人用藥法，提供給受病人使用，解決欠藥的記錄，要求和藥商賣當直接供應相關必要藥物給受病人，讓主人唔免自己走去藥局買藥物，耽誤救援時間。針對人用藥物的流向和用量，未來會建立制度和農業部合作。外界嘛，這期藥事法規定，藥商袂當將人用藥物賣給動物病院。不過，動保法說個明定，獸醫師會當用人用藥物治療狗仔、貓仔，任何法律不受傷，再給獸醫師批用藥物。我的意見就是不宜。不宜哈。在動保法裡，這個動物保護法裡面呢寫得很清楚，第4條它就提到，在動物用藥不足的時候，才以人用藥品補充之，所以它是分流的。那麼再從藥事法來看，所有的規範都是在人用藥品，所以從2個法的基本精神來看，人用藥品用於動物只是不得已之措施。防檢署署長杜麗華回應，未來努力將人用藥物轉做動物藥物，為核准制改做公告制生死屬性，讓獸醫師會當緊摕到藥物來治療寶貝動物。Hello， 我是莊慧琪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